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能够来到主的圣日，咱伫遮借着网顶的聚会，咱伫遮相合见面，求圣灵亲自借着伊宝贝的话语，来伫这个特别的时代来安慰咱、帮助咱，互咱信心，并且供给咱肉体交属灵顶面的需要。咱感谢主的看顾甲供应，咱继续这个聚会已经有两三个月了看见兄弟姊妹毋但踊跃的尽量来到教会参加这个面对面的聚会并且咱每一个月的头一礼拜三合伫遮咧聚餐我相信伫无同所在兄弟姊妹伫这个网顶参加聚会为着这项代志祈祷，盼望无信主的人若听到神的信息，盼望因有法通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伫这个特别的时代蒙恩得救得到永远盼望甲上帝恩典，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的天父你是阮的救赎主，你是阮的阿爸爸神，你关心你正行你伫肉体交属灵顶面的需要，因为你是一位慈爱的神，你知影阮的需要，你知影阮的软弱，所以你按照你的荣耀的作为来帮助阮，互阮伫患难当中有力量活靠你的帮助互阮伫心灵顶面得到复兴。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为兄弟姊妹身躯的软弱，你也是知影，求你按照因的需要来帮助因。为心灵内面失去了平安，失去了迄个快乐，求主你会将喜乐成事互因。互因知影主无离开，无放弃因，主是因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阮知影，阮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因为上帝伫阮需要的时节来帮助阮，互阮得到力量。感谢主，将今仔日的聚会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圣灵亲自来带领、来帮助、来感动，无论伫本国的学者，是伫外国的别个地区的，听到你的信息了后，愿意搁较来亲近主，搁较心灵得到坚固心中有主你所赐的平安，因为主将迄个平安留互阮，你的平安无亲像世间所赐的平安阮的平安乃是上帝来的。是永袂改变的，阮感谢你，有主伫这段时间当中，继续甲阮同在，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阮，来互阮灵内面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耶稣基督是我一切生命喜乐珍宝，是我每日生活力量，依靠我必跌倒。当我受苦来救耶稣，无人像他如此安抚，使我欢喜，解我心忧，使我有。耶稣基督是我一切极难之事良友。我都主
成，那是我有。耶稣基督是我一切，我要对他忠心。恩主对我何等信实，怎能忘恩不仁？跟随主行必无错误，我们救主日夜看顾。跟随主行，恩主保守，那是我有。耶稣基督是我一切，在世别无人有。我心靠他，终身靠他，直到世无尽头。得此良友，生活优美，人生美满，喜乐无休。永恒生命，永恒富有，那是我有。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要讲的题目叫做上帝的主权，God's sovereignty。什么是主权呢？就是无受别人影响，上帝要安尼做就是安尼做，有一个绝对的权柄绝对的主权。咱要接到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第14节这段经文，来讲到上帝的主权。这个以弗所书是保罗伫晚年的时阵伫罗马的卡区内面写托各教会的一封公开信有的讲到是专门写托以弗所的但是这封批呢是适合逐间教会所以有要写到以弗所的，有的抄本人呢然后要送到其他的教会去读的时阵，就写因的教会所以这本册是保罗伫晚年的时阵卡区当中所写的一张批伊主要是要将神也阁未宣布出来的一件奥秘伫这本书信当中，以弗所书真庄严的来写出来。讲到什么呢？写出来讲到说人类的历史有一日会达到这个真高峰这个真高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这个人类有一摆真高峰的历史的这个大联合联合。这个联合毋是说联合国的款的联合而是属灵顶面的联合而是在信徒的联合。那么伊讲到什么呢？无论伫天顶的、伫地顶的一切人类，无分种族，无分皮肤色，无分性别男女，无分阶级还是地位，拢是伫这个基督的内面同归于一体咯。世上就充满着自由、和平，人交人之间就彼此相听。所以当咱咧研究，咧来读这本册的时阵当咱阁看到这个世间怎样混乱罪恶的时阵
咱读了即本册所启示内面的话语，互咱心中真大的安慰啊，佮有一款的安全感，也互咱感觉到说，咱将来咱信主的人是大有远望的，所以虽然暂时伫即个世上有一寡痛苦、忧愁、灾难，重大压力各款的问题，但是咱知影上帝所安排的这个将来的美好的将来，美好的环境啊，所以互咱伫即个黑暗、不足罪恶遍满全地，互咱即阵有一款的喜乐，有一款的鼓舞，就互咱即个充满着希望即款的感觉。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伫神的权能的计划内面头一项，上帝伊要先用基督的即款为世间人做一个救赎互人到神先和好起来，先和好起来了后，又搁借着啥物呢？伫基督内面借着耶稣基督，将人甲人之间的一款的隔膜，甲你拆开，这就是教会。当人在信主的人做诚多教会的时阵啦，伫这教会当中应该是着啥物彼此相挺、相亲相爱、和睦共济，三甲做阵然后呢，就将这个和睦的这个教会，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在信徒联合做一体诚做啥物呢？教会，诚做教会。那么教会是伫基督内面要同归于一即款的世界的缩影伫这个世界新世界的缩影。意思就是说，将来上帝要建立这个基督的国度是真荣耀和谐的这个国度，彼此相挺的国度。但是咱现在暂时借着教会来享受到将来世界的缩影 miniature 所以天父要统计这个教会所谓教会，毋是说地方教会，就是所有全世界信主的是古时代还是新约时代联合做一个教会所以天父统计教会来显明上帝无限的智慧上帝的智慧要伫教会当中显明出来，信徒要借着教会来享受伫天顶属灵的福气所以基督甲教会即款的和谐一体伫人世间即款的伦理关系当中是一个最理想的榜样那么咱今仔日就是要借着以弗所书这段经文第1章第1节到第14节这段经文来讲到在神怎样设立教会的计划。咱分做3方面，上帝设立教会是伊的智慧，但是设立教会三位一体的精神拢参与伫这个教会设立教会的计划当中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精神拢参与伫这个教会的建立当中为着将来一个更较荣耀伟大的前景上帝的伫基督内面的国度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第一点来讲到天父的祝福这个计划伫神的内面教会是伫天父上帝的计划内面圣父的计划
圣经是安尼讲，奉神的旨意啊，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小佩托、以弗所的圣徒，就是伫基督耶稣内有忠心的人啊。愿恩惠平安啊，对神咱的爸甲主耶稣归乎恁啊。愿颂赞归乎咱主耶稣基督的爸神，伊伫基督内赞赐予咱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就亲像神对创立世界以前啊，伫基督内面竞选了咱啊，互咱伫伊的面前啊，诚做圣洁无瑕疵啊，并且是无瑕疵。如果因为咱就按照家己神家己的意志啊，所欢喜的啊，有定咱借着耶稣基督的行离的名分，互伊的荣耀恩典啊，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伫伊的听经内面所赐予咱的。头一点啊，是讲到天父的设立这个教会，并且祝福哈，并且佮有定，凡信主的人啊，要有定因得到耶稣，信了主得到耶稣啊，伫耶稣内面吼的名分，行离的名分，所以这个是真无简单的，真影响啊！好，这道甲咱讲什么啊？神要赐福予咱啊，恩惠愿恩惠平安赐予。保罗的祝福的当中啊，常常写恩惠甲平安，有了恩惠才有平安。恩惠是上帝用伊的恩典啊，借着耶稣基督相信主耶稣，互咱得救，毋是靠着咱的气力，毋是靠着咱的聪明，毋是靠着咱的好行为啊，做好歹来互神将恩典互咱，毋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恩惠是白白的赐予咱的啊，因为上帝的恩惠借着耶稣基督哦。咱接受主，咱的罪就得到赦免，罪得到解决咯，交神和好咯。虽有罪得到解决，虽有甲上帝和好咯，咱内心才有法通平安啊。所以平安是啥物啊？是价值啊！迄个恩惠是神的来源啊，迄个源啊，有了迄个来源，才有一个结果啊。虽有罪得到赦免了，咱内心才有法通得到平安。所以保罗甲你讲，愿上帝的恩惠甲平安赐予恁遮啊属神的人啊。所以这是感谢主的，并且就互咱赐予咱什么呢？将天顶逐款的属灵的福气赐予咱。啊，上帝建立这个教会啊，借着伊独生囝。做成这个救恩，叫人相信的，将福气就临到咱，属天啊，逐款属灵的福气相赐予咱。所以兄弟姊妹啊，咱人伫世上啊，人都真爱这个福气啊，特别是这个年头年尾哈，这个新年佳节啊，门口常常搭这个对联啊，拢写什么啊？福利，福利。啊，所以中国人吼啊，世间人啊追求的这个福啊，就是什么呢？世间人所追求的福哦，就是什么啊？财源广进，就是愈多钱进入来啊，入来愈多愈好啊，出入平安啊，道行道顺啊，子孙满堂啊，啊，这是世间人心内所想得到、所渴望得到的这个福气，但是真侪时节啊，是不尽人意啊！啊，真毋是尽如人意啊！毋是人想爱得到的福，就是安尼。有时咱讲福分吼，变做福气啊，
有福阁有气啊！吼，为什么呢？因为真侪人吼，认为说钱财吼做就好，子孙做就好啊，就是福气啊。有时吼，在钱财诚侪，咱来苦气。对，做子孙啊，为着要增加产吼，拖在家中啊，做父母的啊，心内真苦气啊，变做福气，毋是福气。再搁一项，世上咱知财物吼，伫即个世界吼是多变的，常常随着时代的变迁、战争咯，也是生理动歹咯，拄着灾难的时阵吼，在钱财啊，在股票啊，常常会变动啊。现在咱手中会在钱啊，隔无偌久，咱手中的钱就变做伫别人的地下当中咯。怎样呢？因为啊，主耶稣常常咧伫圣经内面经互咱一个提醒啊，提醒啥物啊？伊说毋通靠着在地顶的在钱财啊，为啥物呢？因为靠不住啊，有时强贼来偷还是压空胖来推，有时来抢劫各款各样的。所以人伫即个世上当中啊，就是毋能靠在无定的财物啊，因为在财物有时会改变啊。所以耶稣甲咱讲下，你毋通积攒财宝伫地顶，地顶有虫来咬生山啊，有贼来压空来偷啊。意思就是啥物呢？这个世间千变万化。地顶的财宝是无稳定，是会多变的OK， 过来呢，讲到上帝天父的竞选什么呢？圣经讲就亲像神对创立世界以前伫基督内面竞选了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洁无瑕疵。所以这个竞选是什么意思啊？圣经讲就是挑选竞选就是挑选伫时代挑选也无这个世界以前这个宇宙也阁无半项，神就存在咯伊就捌咱咯，咱也未生出来，世间也无人的时阵上帝就知影就捌咱咯。咱伫老母的怀内也未生出来，伊也是捌咱咯，知影较真透彻。所以上帝伊用伊的主权来竞选来预定咱，竞选咱诚做伊的囝儿，诚做圣洁的是归伊家己的。所以这个竞选是伫时开始就是伫创立世界以前也无人类也无世界的时阵，伊就竞选了。所以上帝是怎样的真心伊的计划是怎样的透彻，是真古早的时阵就竞选来。所以咱就感谢主竞选你要干哪一呢？为着要叫咱有圣洁为着要叫咱诚做上帝的产业上帝也诚做咱的产业，咱要诚做伊的囝所选定，为着要效法学习耶稣基督因为伊创立这个教会一定有人得救，而且做得救的人就圣洁的，才合乎主来用因为将来要归一伫神的国度内面所以圣经佫讲为着预定咱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囝儿的名分。这个囝儿的名分有重要无真重要这个财主，这个真丰盛的财主，真侪产业这个做产业是为着为着伊的囝来得的。所以咱是诚做上帝的产业上帝也是诚做咱的产业将来咱到天顶，咱就得到上帝一切丰盛福气是需要产业互咱。
地上的产业会改变，毋是永远的。上帝赐予咱的是永远的，是袂改变的，是实在的，那么预定的意思就是头先竞选的意思。预定啊，就是代志也未来是大声别人、大声竞选人的意思啦。所以是表明神伫咱的心中的旨意是对古早时就定落来了。这就是伊的旨意，为着要干呐，叫咱得到上帝的囝，成做一个名分。这个名分是有法通得到产业的，就是这个产业的意思，就是上帝一切丰盛、荣耀、永永远远的迄个福气要留互咱的，拢是按照家己的意思，按照家己上帝所欢喜安尼做的计划来安尼做，所以。上帝才有即款的计划过来呢，讲到教会怎么是天父的预定甲竞选，正说伊讲的第二部分是圣灵圣经耶稣你参与伫这个教会的计划当中是啥物呢？借着啥物代志到底耶稣基督做了啥物互咱得到救啊？圣经讲是咱借着听见耶稣的话来得到拯救，做得到赦免，但是照着伊的恩典，丰盛的恩典。所以第二点耶稣所做的是啥物啊？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无罪代替咱有罪，咱信了主，咱也是无罪了，因为赦免咱了，叫并且佫互咱做上帝的囝儿，咱的罪得到赦免了，就是无罪了。所以咱才有法通诚做得救的人，有法通入去到天国的内面啊。所以这个救赎什么救赎什么意思啊？ransom 就是古早时迄咧卖路财的迄穷人无钱就卖身去做路财。咱若要看到伫市面顶有咧卖路财古早时就是摕一个代价，摕一条钱互伊，即条叫做ransom，就是赎，就跟赎来的这个价钱耶稣用啥物赎将咱赎来啊？干哪咱要赎来啊？因为咱本来是有罪，做魔鬼罪恶的路财咱毋想要做好，无法通。直想要做歹，直要犯罪，所以就做路财。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永远的灭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将来要审判咱。所以伊将咱赎来，就是用啥物呢？伊的代价就是耶稣借着伊牺牲伊的生命，流出伊的宝血，将咱买赎来圣经佫讲伊是。这是一款的恩典啊！恩典是啥物啊？恩典毋是靠用钱买来，是白白送互咱的。咱只要心内接受、相信，就会得救，诚做上帝的囝儿。而且是充充足足的恩典。佫说落伊讲有一日伊要用伊的名将咱组织做一个第9节、第10节，安尼讲，都是照着伊家己所预定的美意，叫咱知影伊的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伫日期满足的时节，伫天顶、地顶一切所有的，都伫基督内面，干哪只？同归于一。
意思就是教会这项代志，古早时是无的，是奥秘。到伫新约的时阵，这个奥秘哦，才启示出来，显明出来。伊目的是干哪钱？伊目的是要叫咱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到了日子满足，就要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的意思，就是将真侪物件收集起来，变做一个整体的意思。所以同归于一啊，咱顶摆是真混乱的，无合一的。那主要叫咱同归于一啊，就是恢复上帝所创造的原形。第二，都混乱变做合一起来。合一了后，上啊做头啊，耶稣是做元首做头。所以哦，上帝意思啊，咱世界真混乱，无论是人、教会、世界的宗教、大自然，本来这个世界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所做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世界万物都充满了真对落混乱神的旨意是要伫最后互万物来顺服耶稣基督，并且伊才做元首为着是要恢复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原来的功用，叫天顶、地顶一切所有的，意思就这个宇宙甲一切所有的属灵的还是物质上的被造之物同归于一。要怎样能同归于一就是只有耶稣有这款的能力，一套万物和好起来，无搁杀冤家牛者，无搁有罪恶来彼此相听，伫基督内面无称呼什么圣的还是俗的，无称呼是卑贱的还是贵重的。伫合一的时阵拢是平等的，所以是神的恩典内面只有神所竞选出来的凭着信心，才有法通得救。毋是说同归一了后全世界的人大家皆信主了，毋是，乃是按照上帝的竞选，按照上帝的恩典。还是凭着信心，人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人才有法通得救。那么将来人，无论是旧约、新约，一切要归合做一个。为什么耶稣要安尼做呢？是因为咱要伫耶稣的内面要得到基业，基业就是丰富的产业咱亲像好业人有真侪财产，要叫伊得到。咱若诚做神的囝儿伊伫上帝国度内面一切丰丰富富的产业一切丰富的财产、基业拢总要成事互咱叫咱甲伊三甲管理三甲做王做一个来管理，来恢复旧时的世界。为着什么呢？为着将来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咱要称赞，
因为上帝安尼做吼，伫吐出来罪人啊，得到悔改了后，改变了后，最后在三合做一个，伫上帝国度内面，伫迄国度内面彼此好好相挺，同心合作，为着神的荣耀来赞美、荣耀上帝的名。这个是一个真大的目标啊！第三方面，毋但啊耶稣参与，才着伊的救恩，圣灵。第三方面就是圣灵的保守还是保护。当咱信主了后，圣灵就点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这个心内就诚做即款的印记号，英文是 seal。咱信主了后啊，将来要去天堂呢，要去神的国度内面，凭着什么啊？凭着咱内面有圣灵。这个圣灵咱是有一个 seal， 一个印的come in的这张，咱就是有迄个权利进入到天国内面，进入到神的荣耀内面所以圣灵为着是要保证咱将来救恩的安全是保证咱是有法通进入到神荣耀的国度内面去。所以圣经第13节、第14节安尼讲，伊讲恁既然听着真理的道就是迄个叫恁得救的福音，就是咱顶摆无信主即阵咱信主听着福音，咱得救了，也信了耶稣。既然信了耶稣，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就受了迄个圣灵的迄个seal这个圣灵是叫咱得到基业，上帝要赐托咱的迄个财产，迄个基业的凭据咱就一张证明书，咱有法通得到上帝的遮基业、遮财产所以咱将来有一日到天国遐，凭着什么啊？凭着咱信主，有信主就有圣灵伫咱的内面，咱活伫世间顺服圣灵会带领圣灵的加持就证明咱内面有圣灵所以将来咱有法通得到上帝的产业，得到救赎了后咱三甲有法通伫神的面头前来敬拜，来学乐伊的荣耀来赞美伊。所以这就是上帝所托咱的，咱得感谢主。所以最后呢，有这属灵的加持互咱这个结论有几点。头一点呢，就是当咱知影神伫世界顶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真大的计划，就是叫咱虽然活伫世界，这个世界真乱真侪罪恶，但是咱知影上帝为着咱预备将来这个真水的计划，咱心中听了，咱就应该着快乐，咱就满心有一个盼望，因为将来这个混乱的世界会要变好起来要同归于一。所以咱伫基督内面有丰盛的荣耀甲盼望所以咱信主的人虽然伫苦难当中，咱也是着快乐啦，因为这个苦难是暂时的，将来的荣耀甲为着迄个大的计划是非常非常的荣耀，真好的一个所在，值得咱永久徛伫遐。第二点呢，就是当咱知影神将来有一个真大的计划的时阵神就是伫这个世界也阁无的时阵，也未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时阵伊虽竞选咱，虽预定咱得救意思就是上帝竞选咱也未生出，伊就捌咱咯。伊也知影你的名，伊知影你的性情，知影你是倒落人，伊就知影咱，并且预定咱，互咱说这个人会得救
所以这当咱知影安尼的时阵上帝预定咱有永生、有得救的盼望是拣选咱，并且要互咱做伊的行里的时阵咱心内应该着感恩啊，应该着欢喜快乐啊，应该着感觉这是神的恩典啊，咱应该着荣幸，感觉真荣幸毋是定定忧愁苦闷，感觉绝望啊，因为这是上帝拣选咱，为着要叫咱得到上帝丰盛的恩典叫产业。第三项，咱应该要感谢主的就是伫基督内面呢，这个国度叫做the kingdom上帝藉着基督耶稣来建立的这个国度咱将来要甲咱被提了后，进入到这个基督的天国的时阵要甲伊三合做王。来治理这个国度，治理这个世界。当到迄个时阵圣经讲说，个动物交咱做朋友袂伤害咱。咱咧做工无亲像现在即款的真侪罪恶、真侪贪污这代志。到天国内面咱的侍奉是即款的享受，是即款的快乐所以应该着感恩所以信主的人伫迄个社会当中彼此相挺无怨妒，无受气受愤来心中满有平安甲快乐的情形。来，佮说落去呢，所以咱现在活伫世界的时阵咱即阵信主了，活伫世界。有这个教会就是这个属灵的家庭圣灵住伫咱内面，圣灵互咱每一个人有恩赐，有这个 spiritual gift， 咱逐个人来将咱的恩赐奉献出来，服侍主，彼此建立造就，彼此相挺，彼此合作，以耶稣基督做头，毋是人做头，是主耶稣伫教会内面做元首。所以互咱有法通有限来享受到将来的国度迄款的快乐，咱有限享受伫教会当中的国度的生活将来有一日咱伫上帝国度内面要永远得到上帝的福气。最后一点呢，就是咱现在活伫这个世界是多灾多难、真侪罪恶的世代当中上帝互咱有机会，互咱一条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啥物呢？叫咱着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互无信主的人。上帝所假使咱的，咱假使因来遵守。当咱安尼忠心伫教会侍奉的时阵将来咱会得到上帝的赏赐圣经讲主耶稣会夸奖咱伊讲你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可以入来享受上帝的荣耀迄个办道迄个享受上帝的这个丰富的宴会来享受上帝丰富的恩典，有一日咱要享受。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听到在信息的时阵，兄弟姊妹，咱伫灾难当中是毋是也阁存着绝望呢？无应该咱应该着存着这个盼望来听候迄个日子会临到咱感谢主，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今仔借着你的信息，互阮知影上帝你有这个诊断的计划，将来这个混乱的世界兄弟姊妹，在信主的人要同归于一耶稣基督是阮的原条元首，来统领阮，来带领阮，阮感谢你来优先来竞选阮有定阮来得救，诚做神的行礼，得到上帝的恩典。求主，你互阮想到遮的时节，
阮就袂伫即个苦难当中埋怨，袂伫即个苦难当中来灰心丧志，乃是存着盼望，存着光明的即个盼望，将来的荣耀，阮就无惊，靠着主努力前进，荣耀上帝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